开学第一周，各校拢将伫无同的教育主题进行宣导。伫今仔日透早，台南市教育局长陈新辉前往中校国中，宣导交通安全的相关知识。即摆也配合交通部112年度宣导微型电动机车相关新规定，提升使用者的用路安全。在这边也利用这里正好有2部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前面这一台就是目前它都会有一个合格的电动车的自行车的那个标章到时候就是说这个通过备妥相关资料审验合格之后，同时会把这个标章收回，然后变成有挂车牌的，这个就是有挂车牌的那个电动车使民众在骑电动车的当中，它跟我们骑机车一样，都会有保。最重要的还有一点就是有投保保险。自从有了微型2轮的电动车之后，那么肇事率呢，因为这样而受伤的，甚至发生更严重交通事故的，那么有增加的趋势。所以我们还是要提醒，那么如果你真的要骑，必须要确认这辆车必须要是有投保的，因为万生发生意外的时候，你可以保自己，也可以保他人。那另外一个就是要领照，要领照，再来一定要满14岁。此外，学生也意外包轻松搁趣味的情景剧，向大家宣导骑乘微型电动机车的相关规定，强化交通安全的正确观念。教育局也希望这个学校、政府以及各界合作，将道路交通安全观念为教育扎根，共同维护学生的安全。台南新闻杨顺华采访报道。